对世界内移民愈来愈多，自然嘛会引进无同的信仰。其中一款就是回教。捌听人讲过鹿港有台湾历史上介久的清真寺。即摆来大家拢叫我爱来找咱在地过处理的里长，伊应该知影即阵的故事入来底点者应该拜祭大家拢知影讲回教徒是无咧拜神像，也无咧食猪肉的。郭里长拄则甲我讲，因祖先有教士传落教单，嘛是袂当食猪肉。奇怪，头拄仔毋是有看伊提香，阁叫我对拜。里长哪有遵守道教的规矩，嘛有咧遵守回教的约束咧？咱内底有4国有6大房6大房有分5房的日路的，2房3基，2房4基，2房5基，2房中基。像我就2房5基的。这是内底6大房，敢若1房挑日路的，伊有食猪肉，拜猪肉，剩的拢无食猪肉，无拜猪肉。为什么会安尼？敢会知？祖先留落来应该，阮应该是较早是应该回教徒啦。回教徒拜祖先，一般无咧拜猪肉，无咧食猪肉。因为祖先传落来的规矩，里长才想讲因厝内顶年的时代，真有可能就是回教徒。甚至郭里长阁甲我讲，这间保安宫伫咧古早进前，其实就是咱想要找迄间清真寺。所以讲，你讲是较早遮？对，较早的保安宫就是伫遮，为着道路扩宽，所以才阁搬过迄边。较早路拢水啊条啊。较早路差不多到倒位？到应该头到遮，较早无车啊。较早敢若铁马咧行，人咧行，所以弄水啊条，遮个所在就是较早的保安宫的迄个位置。李长伯讲因细汉的时阵，甚至捌伫咧宫内看过《可兰经》，阁有用阿拉伯文所写的石碑，是讲庙宇的位置，这几十年来搬山几落摆了后，遮的文物大家都毋知要去倒位找咯。遮较早做囡仔时真热闹，所以遮我印象真深。我囡仔定定逐工嘛拢伫遮咧耍啊，大家拢伫遮咧耍。咧耍所以我对遮印象真深。主要是无咧看。阿拉伯文无咧。系啊，你讲迄阵有写阿拉伯文伫咧壁顶。对，伫咧条啊。是伫咧内底，还是讲伫咧外口？伫咧神明口啊。因为较早较无咧注重这，敢若看咧就袂记哩咯。虽然知影讲鹿港遮有一间历史上介久的清真寺，但是即摆来煞拢找无一点仔证据，实在是真可惜。加在李长讲因兜有一款点心，人讲迄就是回教的家庭特别照顾的传统点心哦。恁即马咧做的这是糋芳吗？对。糋芳的由来是啥物？糋芳从我家来的时阵，阮大家就甲我讲，这糋芳就是丧事的时阵爱用爱往摆2签7赞。7赞就是要人往生，要上天庭。天庭听讲有7赞，最高境界就是7赞。糋芳，也有人讲或者是油饼。也是油芳，这伫咧世界每一个回教的国家用途拢有小可无共，但是同款的事拢是伫咧重要的时阵才会出现的。有的是摕来招待贵宾，有的是咧喜事的时阵，也是丧事的时阵的贡品。另外里长嘛讲，虽然因兜普遍拢有咧食猪肉，毋过若拄着拜谢神，猪肉就是完全袂当拜，嘛袂使食。这阵确实就是过界祖先传落来规矩。阮丧事的时间袂使食猪肉，食猪肉喙会破去。喙会破去是？喙会破。是安怎讲喙会破去？因为有人捌食过伊就是无细哩食着，喙就为什么会破喙？想来讲，顶辈人咧讲的讲，就是袂使食猪肉的，伊无小心食猪肉，所以喙就破。所以阮毋是足灵的，迄阵大家拢惊着。叫你讲袂使食，你搁食。若讲袂当拜猪肉食猪肉，甚至李长嘛甲我讲，有当着拜的贡品无拄好去染着猪肉的成分，遐物件是真紧就会生菇生虫呢。遮过去的经验，嘛互过家顶下确实是感觉真怪奇。
甚至里长厝内的人也捌去到中国的惠安，想要来找找因可能是回教徒的证据哦，拜啥物你讲伫即个回教徒的墓啊？对，回教徒的墓啊。啊。若准讲里长因一个伙仔同早是回教徒，安尼是虾米款的历史，互因搬山来到鹿港，落尾演变到里长即言有提香拜拜，但是共款嘛有尊重原本回教的信仰，这拢是互我真好现的问题。按历史的记载，元朝时代泉州就是一个对外主要的大港口，世界各国的人来到泉州做生意，安尼来去，嘛有阿拉伯的人行脚到，甲回教的信仰引进来到泉州。落尾即阵人的子孙渐渐汉化，佮改姓郭，共款住伫咧惠安一带，尾手佮有下地人搬山来到台湾，这就是为怎样鹿港有回教徒的故事啊。